星期四晚上8點鐘，未瞓之前有我 Aubrey， 聲音花園，音樂文化，故事萬千，香港情懷，細味悠然。我喺大觀園等你相見。星期四晚上8點鐘，翻嚟同大家主持大觀園。你聽嘅係 AM1430。咁啊，如果睇緊我個錄像嘅朋友咧，就可能睇到啦。咁我已經翻咗嚟 LA 嘅，但係其實咧，我上個星期咧，即係火災之後咧，咁啱線咧，其實我又唔係特登翻去嘅，只不過係即係一早咁啱線咧，又係即係約咗啲家人朋友就喺香港見面啦，同一時間咁就可以一齊點都好啦。即係其實我係希望可以去大埔向啲災民咧係即係獻下花啊，表示下我嘅敬意啊咁樣，但係點知咁啱先咧就係預咗嗰一日咧，佢就要清場，咁就叫啲人咧就唔好去，咁啊真係冇辦法啦。我都唔明點解佢要將之前啲獻咗花嘅場地啊咁樣清咗佢啦，因為即係其實通常有呢啲大災難啊咁樣咧，咁好多時都會有一個地方係俾啲民眾去悼念翻啲災民啊咁樣，咁算啦，呢啲都唔好講啦。咁去唔到嗰日，咁啊因為咧我就只係去咗幾日啫，就日日都係要做其他嘅嘢，咁啊所以冇辦法，咁啊去唔到大埔，但係起碼都周圍同啲朋友傾下偈啊，問下佢哋有冇親人朋友係受咗呢個火災影響啊咁樣，即係我諗係可能平時都冇聯絡嘅朋友咁樣，咁都會因為呢一件事聯絡翻咁樣咯，咁都可能係好事嚟嘅，點都好啦，係咪先？咁我身邊嘅朋友呢，即係有一啲唔係話直接係災民，但係總之都即係好似我上星期所講，其實我哋嘅生命呢，大家都係互相依存嘅，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係可能佢屋企人就係住喺宏福苑嘅隔離咁樣，咁即係都識嘅其實咁樣。咁一講起其實佢哋嘅家人就係即刻忍唔住喊嘅，係個情緒咧，而家係大家都係好唔開心咯。我唔知點講啊，即係譬如我翻香港嗰幾日咧，譬如我喺街咁樣見到有件 T-shirt 我好想買咁樣，咁去買咁樣啦，咁啊講下價啦，咁即係街市嗰個賣主咧，即係都會同我講，唉，你唔好同我講啦，而家即係睇新聞個心真係好噏嘅，好唔開心嘅，就呢個一人一半啦，好唔好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會有啲咁樣作為香港人嘅憂傷啦，同埋即係我發覺好似今次翻去啦，即係唔知點解咧，個個都好好人啊，即係好似突然間好似成個社區咧有一種真係鄰居嘅感覺咯。譬如幾乎所有咧日日咧，即係你知我其實已經好多年係冇翻過香港度住咧，而家已經唔識得搭車啊，唔識即係去啲好常見嘅地方去見朋友啊咁樣咧，都唔識行噶啦已經。咁要即係揸住個電話就用 Google Maps 咁樣，就好似遊客咁樣啦。咁咧，我基本上係每一次個樣係有少少蕩失路喺度揾緊嘢嘅時候咧，都係即刻就有啲公公婆婆咧嚟問我嘅。我仲要係留意到咧，每一次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都係一啲上咗年紀嘅香港人嚟問我：你係咪蕩失路啊？你想去邊啊？你話俾我聽你想去邊，我教你點行咁樣。即係其實老老實實咧係我唔係好習慣咧，即係啲公公婆婆咧係咁樂於助人咯。即係之前可能反而咧就係年輕嗰一輩咧會多啲嘅做呢啲行為。咁但係而家咧就係突然間成個社區我覺得改變咗，同埋我其實咧發覺即係香港人嗰個一般嗰個情緒咧，我每一次翻去咧，即係可能我隔幾年翻去一次咁樣啦，都每一次都係有好唔同㗎。即係譬如我記得啱自由行嗰幾年咧係。哇！個個都係好燥，即係燥到咧係啲遊客又燥啦，跟住啲本地人又燥啦，即係個個都係好燥嘅。嗰個巴士阿叔嗰個年代咧，咁跟住之後，即係每一個年代咧，你喺新聞嗰度咧見到啲新聞事件，然之後你再翻去咧，你會發覺就算係普通陌生人
嘅情緒咧，你完全係發覺係 match 當時嗰啲新聞你睇到嘅內容嘅，即係譬如嗰幾年係話大家都好唔開心啊，快樂指數好低啊咁樣，咁就真係你行出街咧，即係除非你係一個譬如語言有問題啦，或者完全唔了解香港文化嘅人啦，如果唔係咧，其實係好容易可以 feel 到嗰啲氣場啊，我哋所謂即係佢哋諗緊乜嘢啊，佢哋嘅情緒啊咁樣啦。咁今次翻去咧，我發覺係唔知係咪真係，因為好似我上一次所講啦，因為呢一啲咧已經係大是大非嘅事咧，即係唔再係只係關於顏色嘅問題，而係即係只要你係一個都有同情心啊，都對呢個地方對其他人係好關心嘅人咧，咁你都一定會 feel 到，大佬你咁多人死咗喎，係咪先？咁所以個感覺咧係反而覺得突然間，好似成個社會咧都係多咗關心嘅感覺咯嚇，即係無論搭車啊、買嘢啊咩都好咧，哇！好似個個都唔同咗咁樣嘅，同之前嗰種即係香港人嗰種我諗大家都可能知道我講咩，就係即係佢唔係話唔幫你，我覺得香港人咧就不嬲都係好喜歡幫人嘅，尤其是去完日本跟住去香港咧，你會發覺係好明顯嘅呢件事。日本咧就係表面上咧好有禮貌啦，個個都好 nice 啦，但咧係冇人會主動去幫人嘅。但係咧香港咧係調轉㗎，個個都係嘈好急，大家都好多嘢做，但係當範圍之內係有人需要幫忙嘅咧，你係見到會即刻有人 jump out 出嚟咧，係會幫人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你真係了解一個社會咧，同埋一個人群嘅時候咧，你就會知我講咩㗎啦。我都唔知點樣解釋嘅，但係總之香港人就係咁咯，燥但係一定會幫手咯。咁我亦都見到咧，即係網上面啲災民咧，同埋其他受影響嘅人咧，即係佢哋逐漸而家講翻啦，咁啊過咗大約20零日啦。咁佢哋嘅生活啦咁樣啊，咁不如同大家 share 下，即係呢一啲網上面嘅新聞，尤其是係一般嘅災民，可能你未必識佢咧，未必會睇到啊咁樣啦。咁譬如咧有一啲受影響嘅災民咧，咁佢哋係已經去咗政府同埋其他啲機構安排嘅暫住嘅地方啦。咁譬如睇到咧有一個咧就係去咗呢個元朗保良局李兆基青年綠洲就攞鎖匙，咁佢就話咧即係個環境咧都好好，職員同佢哋講咧係23年嘅時候先啱入伙，咁嗰啲房咧就好似大學宿舍咁樣樣，不過咧就唔算係細嘅，其實即係都夠住嘅。咁雙人房咧就可以攞2張單人床或者1張雙人床，就好似你住酒店啦，基本上。咁最好嘅咧就係啲床單同埋啲被同埋啲生活嘅急需物品咧，佢哋係要俾埋啲災民，即係牙膏啊、洗頭水啊、番梘咁啊，即係最基本嗰啲大佬。即係你知啦，成間屋燒晒，你呢啲嘢都冇噶啦嘛，咁都有咯嚇，俾佢哋有供應咯，或者洗衫啊咁樣。咁另外咧，呢個災民佢話咧個洗衣房咧就係每一層都有嘅，咁佢話會有一個公共空間添，每一層。咁呢個青年綠洲咧就有免費小巴來回大埔，暫時啫，未來唔清楚，但係而家咧就有免費小巴係來回去大埔。同埋一日咧係包2餐嘅飯盒咁樣，咁都即係可以話係一個落腳點啦。咁雖然唔可以喺大埔俾翻一個臨時嘅居所啲災民，咁但係最低限度如果有免費小巴，咁你要翻工翻學或者探其他啲親戚朋友咁樣，咁都仲有可能做呢樣嘢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都遠㗎，雖然有免費小巴，但係都係遠嘅，但係好過無家可歸啦。同埋咧，佢話係唔使交租嘅，亦都唔需要交呢個水電同埋上網費，亦都冇管理費。咁佢覺得好好噶啦，即係算係困難之中嘅一個安慰啦。咁另外咧，我亦都見到即係有一啲香港嘅房東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好啊！我見到不斷網上面都有啲房東咧係話譬如我有一間南區嘅屋咁樣，咁收樓唔係好耐就未有新客入去住，即係租客咧，
咁佢話可以容納到6至8個人嘅，有4間房2個廁咁樣，咁可以短期之內免費提供入住啦。咁啊，另外咧，連佢自己嗰度咧都有間空房。咁如果真係有朋友係需要用佢間房，需要人傾偈嘅話咧，咁佢可以同你傾偈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哇！你唔係只係講緊捐錢咁簡單，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我哋美國咁樣，咁你 Altadena 咁樣係有火災，係有人燒晒，係好多人捐錢㗎。咁但係，哇！你係直情將自己嗰個rental 送俾啲災民住，咁我就唔知咯，我未見過咯，咁可能有，但係我未見過啦。咁都未止喎，即係仲要係自己屋企可能有間空房都俾埋一個陌生人可以入嚟住啊！即係我開解你啦，你真係需要嘅話咁樣樣，咁我真係未見過咯。我諗香港人始終都係喺呢一方面咧，係反而會開放啲。我諗美國人咧係唔會登堂入室咯，俾你點樣幫你都好，我捐錢俾你冇問題，我捐嘢俾你冇問題，衫褲鞋襪嗰啲食物我捐俾你冇問題。但係直情招呼一個災民入嚟你屋企住咁樣，咁我諗係比較少啲啦。即係始終美國人，我諗文化方面咧，即係你咁多族裔啊，同埋啲來源地啊，咁多元嘅文化咁樣，即係大家都會有啲戒心咯。咁但係香港人就可能始終覺得即係總之 check 過可能係啱㗎啦，大家啱 feel 㗎啦，咁都冇問題啊咁樣。所以我覺得我真係未見過呢啲咁樣瞓身去幫災民嘅行為咯，真係冇嘢講啦，係咪先？或者另外有一個房東咧，又係佢話佢有一層樓，咁就係3房2廳，有2個廁所，一個廚房啦，咁半新樓啦，有住客嘅會所，咁佢希望咧可以俾2個認識嘅家庭一齊住咁樣，咁佢咁樣諗又啱喎，即係你2個廁所其實係可以俾2個家庭住喎，咁但係佢話咧就唔想俾2個唔識嘅家庭一齊住，驚佢哋會嗌交，所以如果你啱啱有2個家庭係大家都識嘅，咁佢可以俾你免費住喺佢呢度2年，2年喎，大佬，你知唔知香港2年嘅租金收入係幾多啊？咁仲要話咧，即係如果到時你住完2年之後再要延長咧，咁再傾啦咁樣，咁佢只係希望咧，即係唔好俾人哋濫用，所以要義工核實你係真係宏福苑嘅居民啦。咁同埋咧，佢會將自己嘅家私啊、雜物啊咁樣全部清空晒，即係會交間已經即刻住得嘅嘢地方俾你住。咁電器啊、家私嗰啲咧，會借俾啲災民住，咁就可以即刻用到啦咁樣啦。咁另外咧，啲商業咧亦都係好好啦，即係譬如其中一個咧就係香港咧一個好歷史悠久嘅家族啊，好大嘅家族啊，好著名嘅。咁佢咧就係嘉道理家族啊。咁嘉道理家族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生意喺香港咁多年㗎啦。咁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嘉道理農場啦。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都參觀嘉道理農場嘅 field trip 咯。咁仲有即係譬如佢哋會賣雞蛋啊，咁樣嘉美雞蛋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嘉道理家族咧，亦都係好低調咁樣咧，就幫助呢個宏福苑嘅40幾戶嘅受災嘅居民咧，係住3個月，每日免費俾3餐佢哋住。咁同埋即係佢哋冇去特登講捐咗幾多100萬啊，邊個咁樣。咁即係呢啲其實就係反而最高尚嘅慈善嘅行為啦，就係捐咗唔需要話俾人聽啦，亦都唔需要呢個光環啦。咁我睇啲網民咧 post 啲相咧，咁佢譬如俾啲災民住咧，就係啲房咧係即係好簡單嘅，只係有幾張床喺度咁樣咯。咁我諗大部分呢啲設施咧，其實就係似啲學校嘅宿舍咁樣樣咯。咁即係你可以洗衫，你有地方沖涼、瞓覺嚇，你可以繼續返工返學，盡快將自己嘅生活去正常化返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當你一件咁大嘅災難發生嘅時候咧，你尤其是啲
弱小嗰啲，譬如細路仔啊咁樣，你係要盡快第一時間將佢哋個生活正常化，咁佢哋先至係會可以復原得快嘅。咁所以呢啲係我睇到我自己覺得係真係好佩服、好感動咯，即係好感謝咧，即係香港有咁多呢啲慈善嘅團體啦，呢啲善長仁翁啦，係嘛？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嘅質素咧，仍然係真係好好嘅。當有呢啲大是大非發生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幫手咯，即係可能係唔出聲嗰班人嚟嘅。星期四晚上8點鐘，未瞓之前有我 Aubrey， 聲音花園，音樂文化，故事萬千，香港情懷，細味悠然。我喺大觀園等你相見。第二次大觀園啦，同大家分享咗，即係我自己啱喺香港翻嚟，咁就覺得今次咧，其實反而令到我覺得香港整個社區嘅感覺咧，一個 community 嘅感覺咧，一個群體嘅感覺咧，係好強啊！咁我懷疑就係因為大火之後咧，即係大家突然間覺得啊，原來即係冇人係可以獨善其身嘅，即係好似我上個星期咁樣講，咁所以反而好多人都好熱心啦，去幫人咯。我發覺你點幫都好咯，總之可以即係盡到自己少少嘅能力又得啊咁樣。譬如咧，我上網啦，咁啊見到有個女仔咧，咁佢就講佢就大火之後咧，就嗰個手錶咧叉電嗰嚿嘢咧就冇咗啦，因為佢話火災嘅時候咧，呢啲嘢要燒晒咁樣啦，咁佢就要去買啲充電嘅插頭、充電線。咁佢就去咗尖沙咀加拿分道一間鋪頭叫做手機仔 Mobile Sun， 咁個店員咧問完佢要咩咧，咁佢揾晒之後咧，佢就話仲要一個叉佢隻錶嘅 charger 啦，因為火災嘅時候燒晒啦，問佢哋有冇咁樣啦，因為三星咧，即係佢隻錶就係三星，咁可能要訂咁樣。咁個店員咧聽到就愕然啦，跟住咧就帶佢去睇，咁跟住咧佢就執齊晒 OK， 咁啊執晒啦，咁佢就問個店員即係總共幾錢啊？咁啊總共咧其實就要應該348蚊左右咁樣嘅，佢話睇到，咁啊店員咧就話唔使啦咁樣，咁佢就即係你知香港人咧，香港人又係嘅，即係錢銀呢啲咧，佢哋係唔會輕佔人便宜嘅，即係當然都有啲係呢啲 scam 啊，或者啲衰人去呃人錢咁樣，即係一個社會咩人都有啦。咁但係起碼平時食飯啊咁樣咧，要找翻錢啊咁樣，我發覺香港人咧係非常之認真嘅喺呢一方面，係錢銀上面咧，佢一定會俾翻足啲錢嚟咁樣嘅。咁啊，同埋咧，成日都爭俾錢嘅食飯，咁啊呢啲嘢更加唔使講，呢啲中國人嘅傳統啦，係嘛？咁個店員話唔使到錢，咁佢就話：唉唔好啦，你點都收翻我200啦咁樣。咁個店員就收咗佢200咁樣。咁跟住個女仔咧又話：啊咁都係唔好啦，不如我俾300啦咁樣。咁嗰個店員咧又推翻唔算啦，200算啦咁樣。即係你諗下，其實你可能甚至冇。個店員自己都未必係個店主嚟噶嘛，你可能都未問過事頭得唔得噶嘛，咁可能你自己賤翻出嚟噶嘛。但係當呢啲大災難發生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唔會咁樣諗咯，即係會諗，唉，即係如果事頭真係話唔得咁啊，咁咪我出咯咁樣。即係好多時，我發覺香港人係有呢一方面嘅優點嘅，就係佢哋好肯幫人嘅，真係係啊，甚至乎我發覺咁多年嚟啦，即係有一啲係好肯幫人、好忠心、非常善良咧，同埋好 loyal 嘅朋友啦，係香港人嚟嘅，係多過喺呢邊嘅朋友嘅。咁呢個都好正常嘅，因為我係香港嚟噶嘛。咁當然嗰個原居地嘅朋友就識人耐咗啦，同埋可能始終原居地啊嘛，咁溝通方面係比較同聲同氣啦，係嘛？咁啊同美國唔同嘅，始終即係就算你語言係一樣，始終文化上面都有啲唔同噶嘛。咁但係點都好啦，我都發覺其實
香港嘅朋友咧，好多時佢哋真係好 loyal 嘅，佢哋真係好忠心嘅，好忠誠嘅。如果你係咁好彩咧，識到一啲好嘅朋友嘅話，你有事嘅時候咧，佢哋唔會掉低你嘅。我試過好多次，我嘅人生咧係需要幫忙嘅時候咧，都係香港嘅朋友或者嚟自香港嘅朋友係出手去幫我嘅，所以我覺得唔知點解咧，即係可能呢個真係個福地嚟嘅，或者咧係某一啲我哋 share 我哋分享嘅文化咧，可能好細個咧已經係俾呢一啲價值觀咧係感染咗咯嚇，就係要學識去幫人啊，要善良啊咁樣喎。咁所以咧又令到我諗起咧，原來咧以前啲殖民地嘅政府咧，佢哋真係會出一啲咁樣嘅廣告嘅喎。我唔講唔知啦，即係我自己都唔記得，因為嗰時可能真係太細個，或者我可能未出世嘅。咁我睇翻咧上世紀一啲經典嘅香港嘅廣告咧，我發覺原來咧嗰陣時嘅殖民地政府咧係推好多嘅廣告出嚟嘅喎。我唔知喎，即係我講緊電視廣告啊。咁有一啲政府嘅廣告咧，就會話俾你聽，譬如要換身份證啊，或者有一啲係一啲生活上面嘅資訊啊，譬如唔好隨地吐痰啊，唔好周圍掉垃圾啊，或者藥物要放好啊嗰類咁樣，即係比較資訊性嘅嘢。咁佢哋會放一啲廣告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發覺以前啲經典嘅廣告咧，原來好多時都係同做人要勤力啊，肯付出啊，幫人啊呢啲咧嘅價值觀咧係有關嘅。譬如咧呢個恒生嘅廣告咧，我播俾大家聽下。立身處世應該心平氣和，爭吵互鬥只有兩敗俱傷。至少得到良好嘅家庭教養同學校教育，養成優美品德，與人分工合作，一團和氣，自然就唔會有煩惱同埋糾紛，大家就可以安安樂樂。所以待人接物能夠謙讓互助，和睦互愛，有好嘅教養，好嘅習慣，對社會公益都有好處。如果每個人能夠養成良好嘅習慣，社會就更有秩序，更加安定啦。咁呢個廣告呢，整個呢就57秒，咁裏面呢，大家聽到啦，一路呢就講緊唔好同人嗌交啊，要為呢個社會去付出啦，大家和諧咁先會幸福啊咁樣。咁我就一路睇呢，竟然頭嗰50幾秒呢，我都唔知個廣告係其實賣咩嘅喎。你即係你諗下，你當時你想象下，如果你係一個電視觀眾，突然間50幾秒係講呢啲嘢，喂大佬，究竟想講咩？係咪小學倫理科咁樣，或者係去教堂啲講緊一啲道德嘅題目咁樣啦？咁講50幾秒之後呢，跟住先有個嘜頭出嚟呢，就係原來係恒生銀行嘅。咁呢個咧係1980年嘅社會，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原來發覺咧，我自己好多時相信嗰啲價值觀咧，其實我唔知係邊度嚟嘅，所以我之前上過百度空間同埋即係奇人幫同啲同事講咧，即係點解突然間會幾十歲人先至去返以前嘅教會咁樣樣咧？因為我發覺原來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接受咗嘅一啲人生嘅價值觀咧，我唔知喺邊度嚟，跟住之後發覺係喺嗰個教會度嚟。咁可能咧同一個情況啦，就係可能其實呢啲嘢咧係呢啲廣告咧係細個嘅時候已經成日見到啊，或者係呢個只係恒生，但係可能其他地方可能教科書啊係咁樣講啊，或者平時唔知咩童話故事又係咁樣講啊咁樣。咁即係其實已經接受咗，但係咧自己係唔知嘅。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先最有趣咯，就係當你去想像一個地方嘅人，一個地方嘅文化其實係點樣嚟嘅咧？咁樣原來咧以前連廣告都會咁樣寫嘅喎。你可唔可以想像下而家黐線嘅？你買一個1分鐘嘅廣告，有乜可能會50幾秒同你講道理啊？
傻啦！一開波就係咁賣呢樣賣嗰樣賣嗰樣咁樣，恒生銀行 checking savings 咁樣，即係你明啊？或者甚至乎真係有個故事，個故事都係好好策略性嘅，即係可能講你要幫啲小朋友去諗第時讀書啊，或者第時買屋啊咁樣，咁而家咧又有啲銀行嘅呢類型嘅 product 咁啊，咁你快啲就開啦咁樣，即係始終係比較好功利嘅。但係哇，反而原來80年代嘅香港咧，即係其實嗰陣時就啲廣告咧會沿用呢啲比較係間接嘅方法咧去賣佢哋嘅 product。你諗下，真係57秒啊！57秒，佢得幾秒係得自己個名喎，亦都係完全冇講其實係賣咩銀行嘅產品嘅喎，都冇講喎，淨係恒生銀行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哇，呢個真係好妙咯。其實我一路咧就睇翻最近啲舊嘅經典廣告，因為同大家講過啦，我就搞緊一個紀念顧嘉輝先生嘅音樂會啦。咁佢以前咧其實係做過香港好多經典嘅廣告嘅音樂啦，即係同埋啲我哋識嘅歌仔咁樣，歡樂今宵再會嗰啲歌仔咁樣咧。咁好多都係出自佢手嘅，所以我就希望去了解咧當時其實啲廣告嘅音樂係咁點樣嘅咁樣。咁所以就睇咗呢啲廣告，跟住我就發覺哇，原來咧真係金礦嚟㗎，我自己都唔知㗎。原來以前啲經典廣告咧，完全係睇到當時嘅社會面貌咯，睇到當時啲人咧係睇緊啲咩廣告咁樣咧，真係好有趣啊！好中意做呢啲嘢。咁啊，因為咧做呢啲研究咧，咁於是亦都睇到好多上世紀嘅廣告咧，係話俾我聽咧，原來嗰陣時港英時代，譬如有啲大事發生嘅時候咧，咁政府嗰啲廣告咧會係點樣啊？同埋同啲市民講咩咁樣？咁呢啲我都好有興趣啦。咁咧我就睇到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94年嘅廣告。咁啊當時咧個廣告咧就係講咧立法局就有一個調查觀龍樓塌泥事件同埋其他有關事項嘅專責委員會。咁咧就叫啲市民咧，即係如果你有啲乜嘢資料又好啊，意見又好啊，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地址啦，你就可以去反映你嘅意見啊，咁樣我哋會睇嘅咁樣啦。咁個地址嗰陣時就係寄去呢個香港中區，係咪屈臣道8號啊？我唔識讀嗰個字，但係總之呢條街8號啦。立法會局秘書處研究觀龍樓塌泥事件專責委員會咁樣樣。咁呢個就係即係譬如有一啲社會情況係政府覺得要俾市民一個渠道去反映佢哋嘅意見嘅咁樣，咁佢哋會原來有呢啲咁樣嘅方法去收集市民嘅意見嘅。咁啊，除咗塌泥咧，仲有好多嘅，我睇到即係好多時啦，都會有啲政府去收集市民意見嘅廣告出嚟嘅。譬如87年啦，有一個叫做交通投訴組24小時熱線電話啦。咁啊，又係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對香港嘅交通有啲咩問題，咁啊即刻打呢個電話，咁我哋會聽㗎咁樣。或者94年嘅時候區議會選舉，咁又有一個廣告就係話俾你聽，啲區議員會聽你講㗎咁樣。或者93年嘅時候一個叫做促進健康諮詢文件咁樣，咁又係即係話想了解下啲市民健康嘅需要咁樣，咁啊有個地址俾你，咁你有咩意見你自己寫去啦咁樣。咁我發覺咧真係好多嘅喎，其實我唔記得㗎。跟住94年、95立法局選區分界諮詢又有，92年外地勞工查詢投訴又有咁樣，即係你要投訴又有，你要反映你意見又有咁樣，即係有商有量啊。咁起碼咁樣嘅話咧，我唔知道其實我可以點樣去評估咧當時嗰個港英政府重視市民個意見嘅程度係去到邊度？我可能即係咁概括去講俾你聽，我唔知佢會唔會收咗係唔睇啦。咁我估唔會嘅。
但係睇咗之後，即係佢有冇去沿用啊，有冇去反映啊，咁樣我唔知啦。咁呢啲就係真係要再詳細嘅研究啦。但係最低限度咧，佢係有咁樣嘅渠道咧，去配合翻嗰個社會嘅輿論。咁你有個渠道，即係其實人就係咁噶啦。當大家唔 happy 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得俾佢呻下咧，最低限度即係如果對方覺得你係有聽佢講咁樣，咁佢會冇咁興嘅。咁嗰時起碼最低限度咧，我發覺殖民地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哋係好了解香港人呢一方面嘅感情需要。最低限度呢一啲嘢咧，佢哋有做到足。咁收咗啲意見，佢哋點樣用？咁呢啲就真係要再詳細去逐件去睇啦。咁但係起碼咧，當時尤其是喺我諗90年代未回歸之前咧，係我見到係最多呢一類型嘅廣告。咁所以我估咧，好多都可能係因為當時嘅最後一個港督彭定康咧嘅管治方法嚟嘅。咁我只係報告翻俾大家聽，我睇到嘅呢啲歷史資料啦，就係咁樣。咁講翻雲福苑啦，其實2星期之前咧，同大家首先講緊呢個棚網咧嗰個來源咧係有問題啦。咁之後咧，其實今日啊，即係香港時間嘅星期四咧，就啱明報咧就出咗一個新嘅報導。咁咧啲記者咧我覺得佢哋近排做嘢我真係幾喜歡嘅。咁佢哋咧又做咗一啲進一步嘅調查。好，我哋聽少少廣告翻嚟繼續。星期四晚上8點鐘，未瞓之前有我 Aubrey， 聲音花園，音樂文化，故事萬千，香港情懷，細味悠然。我喺大觀園等你相見。翻嚟大觀園啦，頭先咧同大家講緊咧，就話明報嘅記者咧就係今日出咗另外一個新啲嘅報導啦。咁佢哋就係即係再追查嗰個棚網嗰個檢測報告啦。即係之前咪話第一時間爆出嚟，咁就山東嗰啲報告唔係嗰個網嘅，即係喺嗰個阿里巴巴網又有個報告嘅 number 啊。咁跟住你跟住個 number 去 check 咧，就唔係嗰個用品嚟嘅咁樣。咁跟住呢個就01嘅嗰陣時出呢個故事嘅時候，咁明報咧就追蹤呢個棚網嘅亂象。咁咧佢就話咧，經過呢個淘寶網咧就購買咗呢個宏業建築，即係呢個雲福苑嘅承建商嘅公司啦。咁咧佢就話買咗呢個宏業曾經採用嘅棚網嘅品牌。咁咧收貨咧發現係被換成另一個牌子，而棚網同埋渠庫嘅檢測報告咧都似係造假嘅。咁記者咧佢話經過呢個檢測中心同埋官方嘅資料等等渠道核實咧，發現咧靠棚網嘅附帶虛假一個叫做 LA 嘅安全標籤，同埋報告使用假資料、日期同埋簽名而改圖添。咁佢話咧生產商咧已經係遭撤銷安全標籤多年㗎啦。哇！咁你聽落去真係嚇死人，大佬嗰個安全標籤原來幾年之前已經係被撤銷。哇！咁鬼恐怖嘅。個記者咧就以呢個顧客嘅身份咧，就去4間係有賣呢個宏業曾經用過嘅呢個叫做，真係大件事啦！今晚嗰啲用嘅字咁鬼深嗰啲中文。咁原來呢間叫做鑑神旭牌嘅棚網咧，佢嗰個淘寶店咧係有得查詢嘅。咁啲記者咧就從其中一間咧就買咗一批叫做國標檢測棚網，即係話咧係合乎呢個國家標準嘅檢測棚網啦。咁價格咧就係135個半人民幣，就喺山東發貨，7日咧就到港。咁呢啲記者收貨之後咧，就發現咧到港嘅棚網咧係被換成
另外一種叫做山東殯州恒順網業生產嘅恒順牌嘅棚網，即係之前呢個鑑神旭牌咧就冇發到俾佢啦，就發咗呢個恒順牌。咁呢個棚網同埋嗰個報告咧係涉多處嘅出錯，包括咧嗰個棚網嘅安全標誌。佢話咧現時內地咧設安全標誌嘅制度㗎有，咁咧係啲棚網係可以獲認可生產國標同埋產業標準防護產品嘅企業，就必須喺個產品旁邊咧就有一個附帶嗰個字母 LA 嘅安全標誌。但係咧佢呢個恒順牌嘅棚網咧，佢附帶嗰個 LA 安全防護嘅標籤咧，就同嗰個官方嘅式樣咧係唔同嘅，咁啊死啦！即係呢個 symbol 其實係真定假嘅咧？咁樣，譬如係咪你真係只係印錯咧，定係唔係同一個 symbol 嚟咧？係嘛？咁咧佢有影埋個相出嚟嘅，即係個棚網咧有呢個 LA 呢兩個字母嘅嗰個標誌咧影埋出嚟嘅，同埋咧。即係真正應該個式樣咧，佢係有登埋出嚟嘅。咁我而家就咁放上呢個視像度俾大家睇咯。咁啲記者咧就話咧，個棚網嘅商家咧就隨呢啲商品咧就附送聲稱中國石油化工業團公司勞動防護用品檢測中心發出嘅檢驗報告，就認證呢個棚網咧係通過呢個國標檢測。但記者咧將嗰個報告咧係電郵去嗰個檢測中心度查詢，即係話可唔可以睇嗰個報告啊咁樣啦。咁個回覆咧就話咧呢個認證咧唔係由呢間中心發出嚟嘅喎。哇！咁真係嚇死人啊！咁係有認證，但係唔係國家呢個檢測中心，即係唔係應該呢個中心發嘅？咁邊個發嘅咧？呢個報告係咪先？咁嗰個中心嘅職員咧就回覆嘅電話查詢咧，就確認咧嗰個報告嘅編號咧係真係有呢個編號喺度。但係當個記者要求睇個報告嘅內容嘅時候咧，譬如包括嗰個檢單位啊，即係嗰個實驗室啊，或者檢查嘅單位啊，安全嘅標誌標識嘅編號啊、日期啊呢啲咧。咁就全部都係同嗰個原報告咧係唔一樣嘅。咁而嗰個網購嘅報告嘅簽名咧，亦都似係有啲問題嘅。咁同埋咧嗰個檢驗嘅結論日期咧，亦都係錯嘅。而字體咧亦都係同其他內容唔同嘅，即係會唔會係 Photoshop 咗咧？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攞咗人哋個報告嚟改少少佢。就當自己用咧咁樣樣，哇！咁啊真係好恐怖。星期四晚上8點鐘，未瞓之前有我 Aubrey， 聲音花園，音樂文化，故事萬千，香港情懷，細味悠然。我喺大觀園等你相見。最後一節大觀園翻嚟啦。頭先同大家講咧，即係明報嘅記者咧，咁就上咗去淘寶度去買呢個黃業建築嘅棚網牌子，咁啊等咗7日咧就寄到嚟香港啦，喺山東。咁於是咧就啲記者跟翻啲報告嘅編號啊、啲名啊嗰啲咩嘢去查啦，咁啊發覺咧個報告咧就好似好多問題啦。即係你跟住查咧係查唔到嘅，即係譬如嗰個受檢嘅單位啦、聯繫人啦、抽樣人啦、樣品嘅照片啦、安全嘅標誌標識編號啊等等咧，就似乎都有啲問題。佢哋話咧用翻嗰個網購報告嘅編號去追查咧，咁喺一間叫做安標中心網頁咧就揾到個相同嘅編號。相同嘅檢測中心發出嘅報告，但係嗰個報告顯示嘅生產商咧係山東殯州恒邁尼龍化纖製品有限公司，而唔係恒順。咁即係點啊？啲名又似似地咁樣。
咁佢話咧嗰個網購嘅報告嘅列載嘅原始記錄編號啦、樣品嘅外觀描述啦，同埋檢測項目咧，同呢個行賣尼龍嘅原報告嘅資料咧係相同嘅，但係其他啲資料咧就唔同嘅，即係話咧嗰個網購嘅報告咧，可能係由至少2份真嘅報告合拼而成嘅。而記者咧又上翻淘寶，又再問翻呢個商店啦，咁個商店咧就否認嗰個報告咧係造假。不過我發覺咧，點個商店會賣俾明報啲記者嘅？即係淨係佢哋會發貨嚟香港，即係咁鬼大件事咧，佢仲發貨嚟香港，跟住仲會俾埋呢啲奇妙嘅報告資料俾個買方咧，我已經覺得係好匪夷所思嘅。即係我以為呢件事咁大件事黃咗之後咧，上面應該唔會咁易俾啲記者再查多啲嘢啦。咁但係香港啲記者真係好勤力嘅。咁啊，佢就走去問翻嗰個淘寶店啦。佢話：喂，你啲報告係咪假㗎？咁樣。咁之後咧，佢仲俾晒嗰個自己嗰啲證據去睇啦。咁於是呢個淘寶店咧就解釋佢話：哦，呢個咧係因為啲工人咧就攞錯咗個報告，咁都得。咁佢哋咧又喺淘寶另外一間店咧就買咗一間聲稱係附有呢個國標報告嘅安慧牌棚網。咁收貨嘅時候咧，又發現咧就唔係安慧牌啦，就係呢個瑞鑑牌。死啦，我都唔知係咪咁讀，應該係話瑞鑑牌。咁呢個生產商咧就係叫做惠民園瑞鑑化纖繩網有限公司。咁個棚網咧，亦都係有呢個 LA 嗰個標誌喺度嘅。咁但係咧，據呢個安標中心嘅網頁咧，嗰個生產商嘅安全標誌證書狀態咧係撤銷，即係呢間惠民園瑞鑑化纖繩網有限公司咧，嗰個安全標誌證書狀態係取消咗嘅，係唔安全啦。咁嗰個證書嘅有效日期咧係至到2019年底，哇！咁啊6年之前㗎啦噃已經。咁個商店咧，即係記者又問翻個淘寶店啦。咁個淘寶店咧，亦都話咧就個報告唔係假嘅，強調咧佢話當地嗰個權威檢測機構咧係發呢個報告出嚟嘅，冇問題嘅咁樣。咁記者又俾呢啲證據佢哋睇啦。咁於是咧呢批棚網咧之後咧佢就下架啦，就冇再買啦。咁啲記者問佢你做咩要下架啊？咁樣你又話冇問題咁樣。咁佢就話因為有檢查，所以暫時咧而家要下架啦，冇辦法生產啦。但咧就拒絕話俾啲記者聽咧係俾邊個要求下架咁樣。咁我聽落去真係好得人驚，即係原來有呢啲安全標誌，咁你以為都符合嗰個國家嘅標準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就係假嘅，有啲就係個公司本身都係冇資格去生產呢啲產品嘅。咁跟住呢啲嘢就俾香港嘅建築商攞嚟做一啲建築嘅用途，咁會發生咩事呢？咁樣哇，據呢個銷售棚網等安全用品嘅店主，一個叫做麥偉強嘅店主講咧，佢話咧行內大致咧都知悉咧呢個國產安全防護用品咧係有呢個 LA 嘅標誌，但係咧就唔太清楚嗰個實際嘅意義，亦都咧係好少人會查呢個真偽嘅，即係淨係睇到呢個標誌，但係唔會查究竟係真定係假嘅。咁佢話咧，亦都係第一次知道嗰個報告可以從呢個網站去取材造假。咁佢話咧，以往使用逾1000張棚網嘅大工程咧，會直接向廠家下單。如果用幾百張咧，就會經批發商去攞貨。咁佢了解咧，就係部分嘅五金鋪。近呢4-5年咧，會從淘寶去入呢啲平貨，所以咧質素咧就比較參差啦。即係可能如果你直接
同你認識嘅廠家買，咁可能個質素會安全啲啦。即係你越多人喺中間度參與，越多中間易手嘅過程，咁當然出錯機會越高啦。調查咁，希望大家都心裏有數，究竟發生緊咩事啦。下個星期再返嚟喺大觀園同大家繼續，拜拜。